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1月25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師。今天这個胡適可以說讓金融消費者再一次嘗到了甜頭。財聯社11月25日電，市場震盪拉升，創業板指數漲近2%，截至收盤，滬指漲0.87%，深成指漲1.53%，創業板指數漲1.77%。最主要的是，全市場4300只個股上漲，只有幾百家股票是下跌的，也就是一個普漲的格局。當然，這個恐怕跟昨夜外盤暴漲也有一定的關係，受消息刺激。所以說，金融消費者今天連續2天多收3、5斗，終於擺脫了那種只賺指數不賺錢的尷尬局面，好歹得回點血。但是遺憾的是什麼呢？遺憾的是滬深兩市成交額只有1.8萬億，應該是5、6個交易日或者6、7個交易日一直在2萬億以下，這個說明很多資金已經觀望了，成交不夠積極。但是比昨天成交量還是多了幾百億，毛毛雨。照這個趨勢下去，恐怕要不了多少天又要到15000億，再下個台階。有媒體報道說 AI 應用概念集體爆發，我感覺是不是受昨天外盤暴漲，還有昨天很多海外機構說了，這個 AI 在美國懷疑有泡沫，但是在咱們這兒是沒有泡沫的，在中國 AI 沒有泡沫，所以今天 AI 應用概念這些股票就暴漲。這 AI 是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 AI 這玩意能賺錢，這就是在中國這個特色，可以用它來割韭菜啊，可以用它來算命，可以用它來搞培訓詐騙。確實，我們比美西方要率先實現AI 盈利，至於 AI 創新 AI 的這些迭代，這個交給美西方，賺錢的事情咱們來，研發的事情創新的事情美帝幹。這個財聯社報道說，中國股票迎多家外資投行唱多，這個高盛咱就不說了，高盛最近是一直唱多，人工智能引領的中國股票上漲遠非泡沫，因為中國科技公司仍有空間通過專注於 AI 應用來提升估值和盈利。大概其就是因為高盛這個說法給今天的胡適添了一把火。高盛預測中國企業明年盈利增速將達到12%至13%，較今年2%至3%的預期增速大幅提高。那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還有瑞銀都對中國股票發表了看漲的觀點。瑞銀投資說，預計中國股票2026年將迎來又一個豐收年。摩根士丹利預測中國股票2026年有望進一步上漲，延續今年強勁漲勢。摩根大通分析師上周表示，中國科技股從低谷中復甦的勢頭仍處於早期階段，未來空間巨大。如果說這些海外的知名機構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他們還有點謹慎，那下面這個專家就更厲害了，直言不諱。新浪證券報道說，專家稱牛市第5浪將漲到你不信，不要說第5浪了，這現在第幾浪我也不信，但專家說後面還有第5浪，漲到你都不信。著名分析師什麼聯華資管首席投資官在一場演講中以周期的果實為題，分享了對中國股市與經濟前景的一些判斷。中國當前股市上漲具備基本面支撐，924以來的行情沒有修復完，並預測市場將進入第5浪上升階段，漲幅可能超出普遍預期。他理由是什麼呢？他說中國經濟目前雖面臨通縮壓力，但今年亞江工程快速推進，意義在於把反內卷具象化，上游行業已出現量價齊升的跡象，工業利潤回升，通縮壓力有望在未來3到6個月逐步消退，並逐步傳導至下游。他強調，中國經濟的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房地產已經沒有以前那麼重要，新能源、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成為新的支撐股市走強的基本面。此外，流動性環境改善以及經濟週期運行至相對高位，也為股市提供了支撐。最後，他引用波浪理論，認為從30年的大週期來看，中國股市最值得期待的第5浪行情才剛剛開始，預計將漲到你不信。他預言了美元信用的崩潰，日元信用的崩潰是個大概率事件。這個專家說的對不對咱也不知道，反正都是算命，掐指一算。但是我想說個現象，我們還是要通過現象去分析。在房地產漲的時候，是不是有很多房產大 V 所謂的專家天天拼命的在那兒忽悠房價永遠漲？我在很多節目都說過了，為什麼他要說房價永遠漲？是因為他只有說房價漲你才會動心，你一動心你就會去跟着他去買房，你就會買他的課。如果他說房價不會漲，房價要跌，你還買他什麼課？房價要跌你也不可能跟着他去買房。這就是
專家，所謂的很多專家方丈大 V 在楼市暴漲的时候这麼操作獲得了成功。但是你要反過來說，你说楼市未来要跌，房價不可能一直漲，那你就錯過了收割韭菜的机会，错过了发财机会。那现在楼市明明在下跌，还有好多中介所謂的專家还在鼓吹，带你去買核心資產，帶你飛，帶你發財，還能避坑，還能賺錢。說來說去，利用了很多人想發財這種想走捷徑這種心理，你去買他的課。那鼓吹第5波漲得你不信，這樣的專家他到底是不是這個目的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會客觀上起到這個作用，這樣他賣課，他甚至教你炒股，他能賺到錢。所以對這種鼓吹你能買就能改變命運的，你要小心，你是他改變命運的籌碼。你能不能改變命運不知道，但是你一定是人家改變命運的一個籌碼，要小心。北京商報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叫增持回購潮背後的 A 股信心，說近期多家上市公司集中發布回购、大股東增持等公告，面对市場的調整，回購增持潮再度上演，是市場信心的重要體現。A 股市場的穩健發展趨勢已經形成，短期市場波動不會改變中長期向上的趨勢。它裡面羅列了很多家這個上市公司公告了回購計劃以及這個大股東的增持計劃。在市場波動期，回購增持主動既是優質企業價值自證的體現，又是維護市場穩定的重要舉措。確實，如果尤其是大股東還有上市公司真金白銀的拿錢去買自己的股票，那說明他看好，這沒毛病。他不僅不賣，他反而還買，他覺得自己持股太少了，吃虧。增持不是壞事。你比如說，好像今天那小米雷军是要斥資1億港元要買入小米的股票，他這個舉动不管怎麼說，反正今天對小米的股價就產生影響，因為小米的股價是跌跌不休，好像都跌到40港元以下了。他這個舉動，他說他要買，首先說明那至少雷军本人是看好了自己的公司的，自己掏錢真金白银的買，說明他是看好这公司啊。這至少是一個你作為老闆，你作為創始人，覺得你的公司沒問題，所以今天小米就反彈了。好像彈了4個點，也到40港元以上去了，這當然是好事。先拋開他這車、手機、家電到底做得怎麼樣，但是老闆有這個信心，真金白銀，不是打嘴炮，他不是號召別人買，他是自己買，這個值得肯定。但是這種增持在滬市它也有問題，什麼問題？我們看看證券專家劉繼鵬老師，你看他怎麼說的？大家看是上周五被人稱為黑色的星期五，大盤下跌了96點，5000多只股票是下跌的。大盤從4034点的最高點跌到3834点，整整持續下跌了200點。成交量也已經連續6天跌破了2萬億，和最高的3.2萬億相比，只有1.9萬億。大盤也從109萬億跌到了103.1萬億。有些股民朋友問我，您不是說4000點是起點嗎？對這個問題應該坦誠，我說的是向領導表明，4000點只是我們幹點事兒的基本點，並不是說這輪股市是以4000點做起點，不能跌破。說的是理論上、政策上，領導應該看到要把股市搞到4000點，在這個點位之上，我們才能幹點事兒，這樣的政策才有利於中國崛起。短短的幾天，股市跌掉了200點，市值縮水了將近6萬億。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場股市下跌呢？有的說日本原因，也有的說是美國的科技股和比特幣都在下跌，對中國的影響。但是坦率講，多年來遇到問題總是把板子打到海外上，嚴格說這是缺少依據的。我們的資本市場和美國的資本市場並不搭界啊，他们進不來，我們也過不去。我們的資本項目下並沒有對外開放，現在僅僅是剛剛擴大 QF 的額度，引入國外的主權配置基金而已。要想發現問題、找到問題，只能從內在原因上去尋找。這次躍上4000點又回落，是3起4落。我們希望在3700點能夠止住下跌勢頭，否則長慢牛的良好勢頭就會失去。我想党中央、國務院下了這麼大的決心，這次要把股市拉起來，扭轉經濟下行的不利局面，因此必須格外的珍惜。內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4點。首先，上了4000點之後，我們的政策出現了哪些的變化？第一，就是大股東減持。長期以來，資本市場上5400家上市公司的總股本是7.78萬億股，
而可流通量是7.19万亿股，占93%。這一輪我們在半年多的时间裡上漲了近1000點，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抑制住了大股東的減持。你雖然可流通了，但是你要減持上報，我不批你。然而過了4000點之後，畢竟心裡邊都有一種陰影，就是你政策規定大股東是3年高管1年後可以減持，你不能總不讓人家減持啊。因此上了4000點這一政策有了較大的鬆動。舉2個例子，寧德時代這次正好趕上上周第3大股東減持4000多萬股，減走了184億，還有上上周的東方財富也是減走了64個億。這種例子現在很多呀，如果不解決，我們在黑暗中繼續徘徊，喪失信心。所以關於這個問題，就是新老劃斷，新股新辦法，老股按預設可流通底價來實現。我想說的第2點，去年924之後，中央銀行支持中國證監會的工作，把他們的戰略重心從過去主要是給商業銀行的便利互換，轉到了基金、證券、保險3類機構，給他們5000億，讓他們增持股票，同時還給大股東和上市公司回購自己的股份3000億，合計8000億。如果不夠，那就再給你第2個8000億和第3個8000億。據說3個8000億都用上了。這樣的回購有一個問題，我們只知道號召大家去踴躍入市回購自己的股份，但是從来就沒有想到如何約束他們股票賣出股份的時機啊，給他們低利率2%左右的低利率回購自己的股份。就出现2种情況，一種情況是大股東回購都是低價回購，現在股價漲了1000點，高拋低吸，我們也約束不了。第2類就是對上市公司回購股份，也沒有做出一個約定，說什麼時候才可以賣，這也是個硬傷。顯然上市公司初期回購的股份也在相繼拋出，因此要趕快做一個政策規定，凡是用國家低息政策貸款回購的股份，在賣出上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約束條件，不能就由購買者自己決定，得服從大局啊。這個意義上說，第一，今後一律不能再給大股東貸款了，只能給上市公司貸款回購自己的股份。第二，對於回購的這些股份，原則上我們倡導要注銷，嚴禁搞第2類限制性股票，然後以5折的低價給上市公司的高管，要有一個政策限制，要有拋出規劃。第3個問題，這輪啟動就是對於保險公司還有社保基金也做了規定，他們的增量資金必須要30%投入到股市裡來。這部分股份我相信沒有在这次4000點賣出，因為他們都是國家將培養的耐心資本和長期資本，希望鼓勵他們做基石股東。第4個問題是，就是國家類平準基金低價買入的股票要信息公開，取之於股市，用之於股民。陶行長講了，中央匯金公司就是國家的類平準基金，匯金公司已經從過去只買自己投資的銀行股票，到這次已經開始買高科技的股票了。這次半年內上漲的1000點，股票市值增長了22萬億，其中至少有一半是被國家隊優先佔有了，因為他們響應國家號召，提前入市，低價入市，必然會獲得這樣的結果。因此，像匯金公司從國家任命你為類平準基金開始，你的使命就不是一個公司的了。站在國家的戰略高度上，不要在信息不透明的背景下去掙股民的錢，應該公開，一定要取之於股市，用之於股民。要像香港1997年狙擊索羅斯那樣的盈富基金一樣，從國家認定你為類平準基金開始，所實現的盈利要打包成一個基金，逐步的賣給我們的股民，取之於股市的利潤讓之於股民，就是國家不與股民爭利，這個勢必將極大的激發投資人的積極性，這樣的才會向更高的點位衝擊。這個劉教授他說，滬市漲跌你不能把黑鍋動不動就往美的頭上扣，還得找着自身原因。我覺得這個是對的，你不管是自身原因是啥，大家能不能形成一致的觀點，但是你還是自身原因，不要
你一漲你一跌都是美帝惹的禍，都是美帝挖的坑，都是受美帝影響，这个也不合適。也就是说，还是先从自身找找原因。至少这個觀點是很恰當的。劉繼鵬教授認為，這個滬市上了4000點，現在為什麼這麼難，對吧？來回震盪，很有可能這慢牛的格局弄得不好，會前功盡棄，就這意思。它主要有4個原因，一個是大股東減持，第二個就是央行給的便利化，什麼互換，也就是相當於央行變相給了8000億，讓這些上市公司或者大股東增持，這個錢也有問題。第三個就是社保基金、保險資金，它每年都有大量的錢，它有一定的比例是必須要買股票的，這就是股市的增量資金。第4個就是類平準基金，這個也是國家隊，這個要做耐心資本進來了，他們買了科技股，這是劉繼鵬教授自己說的。我在想啊，那滬市為什麼突然從去年9月底來一波行情？這突然怎麼以前都是成交每天才幾千億是吧？我記得最低的時候4000億，一下就上了2萬億，這突然怎麼冒出這麼多錢呢？實際上你想一想，社保基金、保險基金這些多出來的錢，央行放的錢，對吧？8000億。專門用來給你們貸款做股票的低息貸款，再加上平準基金、類平準基金，這個多少錢不知道，這個肯定也不是個小數嘛，那也是國家隊。所以說，你看這一輪行情，按照劉教授的意思，那不就是整個國家隊搞起來的嗎？增量資金就是國家隊，至少是主力，又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在裡面整。國家隊資金越多，我以前說過，對散戶來說，那就壓力越大，散戶的擔子越重。國家隊這麼多資金進來，這都是有成本的，都要賺錢。社保基金、保險資金他不能賠錢，現在進來了怎麼辦？所以他要賺錢。國家隊還有什麼匯金公司、什麼類平準基金，這些錢能賠嗎？賠不了。裁判也是他，運動員也是他，內定了第一的就是他，那怎麼辦？所以想一想，金融消費者肩上擔子比較重，再加上那個大股東還減持，這大股東還要來啃一刀，再加上這個什麼老鼠倉這些內幕交易、操縱股價、玄學炒作，你說金融消費者想賺錢多難？這是我從劉教授說的幾分鐘的視頻裡面，我能得出一個結論或者印象。劉繼鵬教授他老說他的這個觀點，他總是希望政府有形的手把這些人控制住，你能買不能賣，提倡你買，大股東還有央行給的錢，社保基金、保險資金，還有什麼類平準資金，所有的增量資金，你提倡你買，但是想賣啊不行。這個思路還是個管控思路。你說在資本市場，你老是管控，資本市場講究的就是流動性，來去自由。如果來的時候自由，去的時候不自由，那你說誰敢來？或者我買了之後你不讓我賣，這樣的資本市場誰我賣不出去那是我的事。跌停了，實際上跌停板的不應該。漲跌停板的不應該，但是他為了防止暴漲暴跌，所以搞個跌停板，你那也能理解。但是你還不讓我賣，那就你這個資本市場是被閹割的，那怎麼辦？大家也知道，這時候你這個大股東減持對市場的傷害，對吧？寧德時代一減持幾百億，錢就拿走了，這錢就從這個鍋裡面池子裡面拿走了，那都是散戶真金白銀扔進去的，人家就拿走了。實際上是說1000道1萬，還是要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打破這種零和博弈怪圈，要讓這些上市公司都能賺錢，利潤豐厚，收益年年漲，能有更多的錢給散戶分，給市場回饋市場，提高分紅。對那些不能分紅的，對那些虧損的，你就讓它退市，加快退市的速度和數量。那些暫時不能盈利的，但是明顯它未來可期，以後恐怕也成為獨角獸。這些企業它可能暫時分不了紅，但是人家有成長性，市值會翻倍，也會給投資者帶來豐厚的收益。也就是說，如何打破滬市零和博弈這個怪圈，讓它自身真的能造血，這樣我相信大股東捨不得減持，大股東就是減持，那也是讓利，給其他散戶有機會持有這家公司股份，你能分紅，你分紅比你存銀行那多得多，合算的多。如果這樣減持，大股東減持就變成讓利，變成跟小散戶分享，那時候減持就不叫事了。哪個大股東一減持，大家就鼓掌，說他這個人有大愛。他公司股價才20嗎？他能漲到100，他不要了，他賣給散戶，這不是有大愛？所以說靠控制，那是跟造假是一個意思，遲早是要垮下來，沙灘上建高樓。所以還得提高資本市場的治理水平。你這些上市公司到底是來幹啥的？是為散戶賺錢的，為股東賺錢的，還是來割韭菜的，來坑這些股東的？監管最清楚，他們一上市的時候，監管就知道了。結果你看，監管是壞人，副村長抓了一個又一個，監管的監管還是壞人，那你說你這個你怎麼玩啊？所以你看劉教授說的好像都是那麼回事，但是總是依賴控制，不從源頭，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個資本市場誰敢投資啊？誰敢把自己養老錢放裡面？等到你要花的時候沒了，那時候找誰？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養老錢能升值，我們也不想操心。如果你買個什麼東西，一年給你10%的回報，20%的回報再漲，那你說這個多麼美妙的一件事？但事實上不可能。美帝在西方有可能有這樣的這個
事情，也只能說在一段时间，10年、20年。你可不能太长了，说不定它要轮回，来个泡沫破裂。但是由于我们是个叫零和博弈，所以我们这表现出是一种猴式，就上蹿下跳，涨起来特别快，你追不上；跌就阴跌，一直跌，涨半年，跌个10年，这種態勢。所以說現在的胡適，我一直告誡不具備投資價值，不值得你把養老錢放在裡面。但是你可以作為一個消費者，你說我就想找刺激，幾萬塊錢人類不可惜，沒了就沒了。你我想學知識，想了解最前沿的科技，想知道人工智能現在到什麼程度了，那你可以就是消費。實際上你看21財經報道，24家 A 股銀行將現金分紅超2600億，近期農業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股價先後刷新歷史新高，其中銀行的中期分紅成為催化劑。截至11月24日，共有24家 A 股上市銀行披露2025年中期分紅方案，現金分紅金額為2637億元。這個乍一看對股民來說是個好事，這個高息股、高分紅的這種敘事導致銀行板塊上漲，這個邏輯也成立。但現在問題來了，你這個一切要建立在真實。現在銀行面臨的是什麼個局面？最優質的資產，個人按揭貸款，第一是萎縮，它不增長啊，這是央行公布的數據。第二個有媒體報道，斷供率飆升啊，小城市達到了5%，平均是3.7%。你說這是個人按揭貸款，還沒算那些房地產公司的貸款。現在存貸差、利差呀，是不是越來越小？而且現在銀行貸款也貸不出去，銀行面臨經營壓力。壞賬壓力，銀行自己親自的吧下場賣房，把房子賣掉變現，說明銀行缺錢，要流動性，也就是在各種壓力之下，他還要拿出錢出來分紅，真金白銀拿出來分紅。我怎麼看怎麼像許老闆2021年、2022年的操作啊？大家還記得吧？恆大2021年暴雷的吧？他2020年、2021年還要分紅，大家回憶一下，恆大在公布2020年財報之後還要分紅是200億吧？結果被否了。幾個月以後，恆大暴雷，明明沒錢了，他還能分紅，所以我們不要看到分紅就興奮，這個分紅一定是建立在你這個企業健康、現金流健康、盈利狀況也非常健康的情況下，你才能分紅，否則最終還是要買單的，誰買單不知道，可能全民買單。我們再看胡靜老師做了一個視頻，說事關重大，美國在醞釀地緣政治突破。實際上他昨天晚上做了一個關於俄烏戰爭的評論，好像咱們節目也說了一下，但是他今天這個觀點就有意思了，他說美國在醞釀地緣政治突破，他說特朗普拋的那個28條和平計劃，歐洲烏克蘭改了改，那現在就要在這個基礎上去推進。胡錫進認為特朗普為什麼要這麼着急，是因為醞釀地緣政治突破。所以我就在想，美帝它不是全球霸主嗎？它還有什麼地緣政治要突破啊？地緣政治突破一般指的是你被封鎖了，你 O 型包圍，各種包圍，那叫你要突破。你東邊是你的敵人，跟你不對付，西邊跟你也不對付，南邊也不對付，現在就是北邊，你要在西邊突圍，這叫突圍，要不然怎麼叫突圍？突破。第二個就是美國明顯給普京、給俄羅斯遞出了橄欖枝，特朗普在為普京幹活，那他尋求什麼政治突破？地緣政治突破？那簡單的意思就是美國跟俄羅斯要狼狽為奸唄。所以你看這個胡錫進老師他的觀點呼之欲出，那就是美俄要聯手醞釀地緣政治突破。在胡錫進老師的這個腦海裡面，俄爹是在北部保護着胡錫進老師，在美國和大國之間，俄羅斯起了一個防火牆或者什麼之類的，現在這個防火牆沒用了，突破了嗎？美國跟俄羅斯要尋求這種地緣政治突破，是這意思嗎？那從胡錫進老師這個角度來看，那應該是俄爹叛變了，爹違背了初心，俄爹反美大旗不舉了，那剩下的黃俄怎麼辦？還叫不叫俄爹？一個不反美的俄爹能是個好俄爹嗎？對吧？一個不反美的俄羅斯配得上叫爹嗎？不太好回答，搞不清楚。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